各位同学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的行政学的读书会啊。咱这回呢要来继续读这本册第6章第6章叫做公共政策啊。你若是要考这个公务人员考试，考一般行政的，你有一个学科叫做公共政策。若是讲这个一般人咧读这个公共政策，其实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你会使伫外面买到几本的。敢若咧讲公共政策的册但是呢，伫即本行政学内面嘛有一章咧讲咱的公共政策。你讲哪会安尼呢？伊到底是行政学内面的一个单元，还是讲伊是独立的一个学科？其实拢是啦。咱讲这个行政学的独立是自1887年Woodrow Wilson 开始，自这个行政学从政治学内面甲救出来独立。所以变做有一个政治学甲一个行政学这个行政学咧讲政府的行政嘛伫传统的时代，行政学当咧发展的时阵，大家主要咧讨论的拢是政府内面爱安怎去发展政府的官僚的体系，也是行政的原则到尾咱发觉讲政府内面讨论，但是政府上重要就是爱去做一寡代志嘛，来去处理着社会公共问题，来去回应民众的需求。所以政府对外咧做的即寡代志，就是公共政策。所以到后来行政学发展之下，大家发觉讲，除了政府内面的物件爱去讨论，政府要安怎去做代志嘛，需要爱讨论，所以就变做是公共政策的这个单元咯。到这个1950年代。大家发觉讲，政策是愈来愈重要，尤其是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有真侪代志要做，主要是伫美国啦。所以美国政府真侪代志要做做甲嘛好，因美国的人民批评到要死所以大家就发觉讲，确实这个政策真重要。你政策凊彩创，人民会真袂爽。所以伫1950年代，自这个 Lerner 甲 Lasswell 这两位学者，因就写一本册叫做《政策科学》。自迄个时阵开始公共政策就互人真正开始用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去深入做研究，所以渐渐啦，就嘛变做一个独立的学科。自1950年代一直到今仔日所以咧，伫一般行政的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内面是有一个考试的这个科目就叫做公共政策你若是要甲伊放伫行政学内面来讨论嘛是会使这回咧，伫咱的这3位学者黄兆明、黄东义甲桂有英老师的行政学的课本内面呢，伊就甲这个公共政策放伫第6章其实这个公共政策你若是要讲甲真深入会使用几本100多页的册来讨论，但是因为伊这篇敢若是伫规个行政学内面的一个单元尔，所以伊写的物件呢是较简单。你若是对公共政策有兴趣，你应该另外去找其他的册来读若是你想讲小可了解就好这本册内面呢大概啦，我看了后大概有去交代着公共政策基本的概念但是我是感觉讲淡薄仔浅啦。但是嘛，袂用怪因为这本册就毋是专门来写公共政策的嘛。好，伊伫这本册109页，所以你若是要看，请掀到109页。伊第一节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安排就是自公共政策的这个过程来去讨论。政策是安怎会出现呢？就是咱的社会有真侪问题甲人民的需求嘛，所以咱就要求政府来去替民众处理问题甲回应民众的需求，所以呢，政府就开始安那咧用政策的方式来去回应。所以一开始伊的第一节叫做问题界定甲议程的设定伊头代先真奇怪，伊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自问题的结果开始来讨论。问题的结果呢有2种会使讲大面上就是问题是真好处理的问题是真歹处理的。伊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场所以不管是好处理还是歹处理问题，咱社会问题是百种，但是政府的资源是真有限所以政府无可能完全全面的来去回应着咱社会各项的问题，伊敢若会当经几项来处理，
啊，伊要经对一项问题来处理的这个过程，就叫做议程的设定，英语叫做 agenda setting。啊，什么款的问题会互政府经去用政策来处理呢？可能的影响的因素啊，伊遮就有写，包括着媒体啊，媒体逐工咧报甲啦，人民真重视，政府就必须要来去回应来去处理。所以伊遮有交代讲，即个媒体的议程甲公共的议程，就是来自社会大众较关注的，政府就应该来去处理。其实伊遮无推到的，就是佫有一个叫做制度的议程，就是一般民众可能无想讲要来去处理媒体咧嘛无咧报，但是政府伊可能选举的时阵有讲过，是政治人物家己的意识形态伊的政党的立场，所以伊家己决定要甲即项问题放入去议程内面处理嘛是会使。所以伊遮敢若讲着两个媒体甲公共的议程，其实佫有一个叫做制度的议程，也是政府的议程。好，伊的第二节叫做政策的规划。你即马已经选择了，你要处理什么款的问题，过来就是爱针对这个问题来去规划，你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去处理嘛。所以伊遮啦嘛用 Jones 这个学者，伊讲过一句话，叫做政策规划是什么意思呢？是发展一个计划方法甲对策来去满足，可能是人民的需求，也是解决人民的问题，这就是政策规划的意思。伫这个规划内面呢，有啥物款的内容呢？就包括着你爱去确定讲你要处理的政策的问题到底是啥，过来就是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去整理你的资料，过来伊是一个目标取向的一个过程，嘛是一个变革取向的过程，嘛是一个选择取向的过程，嘛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所以你爱确定你的目标。你要从现在这个现况，要来去往你的目标来去达成所以这叫做变革的取向甲目标的取向你有真侪款的方法会使来去达成你的目标，你要选对一种，所以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嘛是用什么款的？用理性科学的方式来去做决定。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真侪人拢参与伫内面，所以呢，伊嘛是一个集体活动。伫这个111页的所在啦，伊佫讲到这个规划过程可能是受到真侪因素来去影响包括着民间的人民、公民的团体，也是咧政府内面的即寡官员拢有可能所以呢，伫民主的时代咱就是毋单单是政府家己门关起来做决定、做规划，也是爱开放，互一般的民众做伙来去表达因的意见，互民众的意见会使伫政策规划的过程内面呢来去参与、来去反映。这是伫111页到114页的所在所讲到的。上后壁啦，伊嘛有讨论到讲民众来去参与着政策的规划，可能会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包括着公民本身可能有伊的限制，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嘛有伊的限制，佮有伊的制度参与的制度可能嘛有伊的限制，佮有若是民众所想要爱的物件，甲伊专家分析得到的这个结论无共款的时阵，到底是要听专家还是听人民的？这嘛是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所在咧讨论政策的规划。第三个所在，伊是咧讨论规划了后，你就讲开始做嘛无？伫民主的时代政策规划好了后，我爱去进入到这个立法的机关，通过这个合法化的过程，伊才会使啦，有这个互行政的机关会使去依法行政嘛。所以这个政策的合法化内面有啥物款的意义呢？伊遮就讲到包括着正当性、政治性、权威、公共性甲选择性的意义就是人民顶悬的意思啦。其实嘛毋免阁解说政治性权威这就是你看着知影的意思是你我毋知，你去现即本册好反正咧经过着咱的立法院也是国会内面一读、二读、三读了后咧，这个政策的草案就会变做是法案法案了后会使通过合法化的过程，变做是一个可能是法律
的形式，互行政机关有即个法律会使来去往后一个过程啊来去推进。后一个过程就是伫第四节的所在咧讲政策的执行啊。政策的执行是真重要哦，因为你规划好啊了后，若是无摕去做啊，你规划半工啊，拢是规划好笑的啊，所以咧你就会使有听去讲哦，这个政策啊规划半工啊，像要起什么大楼啊，起什么车站啊，规划啊几啊十年啊，讲迄起这个捷运啊。哇，讲10万年啊，拢无做，就是因为一直咧规划啊，你规划了后爱去执行啊，无你讲半工，剩一支喙嘛袂使。所以政策嘅执行是真重要，因为伊是要甲你规划迄寡物件来去实际上来去做。伫118页嘅所在，伊就讲到即个 Pressman 甲 Wildavsky 啊，因着认为即两位学者，伊就认为讲执行啊，政策嘅执行是目标设定了后。来去达成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诶，即个过程，所以是真重要。有啥物款的工课要做咧？就是你爱有即个较详细办法，搁有你爱去确定讲是对一个单位要来推测着即件代志。过来，你爱去了解讲你手头顶悬有啥物款的资源，爱用啥物款的方案，有啥物款对应的行动。搁有真重要一件代志，因为咱的环境是会变来变去的，所以咧执行的时阵啊，毋是呢一个手路啊，该做到底，你爱哪做哪去看讲环境敢有变化，来去调整，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你爱去思考着真侪物件啦。所以政策的执行有啥物款的特色咧？就包括着有多元的行动者，搁有即个政府的规模啊。不断咧变大啦，因为咱有真侪公共问题嘛，所以公共计划嘛愈来愈复杂。过来就是即个政策的本身啊，伊有多元的价值伫内面，所以目标呢，一般来讲是无讲太明确的。所以伫即个无明确的目标下面咧去做代志，就无讲介简单哦。你自即个行政学咧讨论头前，咱就讲政府的管理甲即个企业的管理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企业的管理因的目标较明确嘛，要趁钱嘛。但是政府的目标有当时啊，因为因有真侪多元的价值甲立场伫咱的政府的行政的过程，所以伊目标呢，一般来讲无法度真明确。搁有啊，伊政府咧执行政策的时阵嘛注重府际之间的关系爱用即个网络的合作来去处理着咱政策咧执行的过程。过来伊讲政策咧执行的时阵伊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一代就是自即个上顶悬来去往下面来去推测。第二代咧就是较注重下站的、基站的即个方面，自基站来去往顶悬来去推测。用咱的华语来解说就是上而下的途径，甲即个下而上的途径所以呢，第一代就是自顶悬落命令叫下站的、基站的来去执行，这是第一代咧看这个政策的执行。第二代呢是较注重基站的人员，感觉讲基站才是实在咧做代志，所以因去研究咱的政策的执行，较关注的是基站咧执行的，这是第二代。才就讲到这两代尔，其实咱咧讨论政策的时阵，有4代的政策的执行的研究。第一代咱拄则讲到是较注重顶悬咧落命令的迄寡人，第二代是注重咧做代志的基层的，第三代就是顶悬甲基层拢爱去关注着因的即个面向较完整啦。第四代咧就是爱加入着民主交通即个多元价值等等的即个物件伫执行的研究内面。这是第4代的研究，但是伊遮呢政策的执行，伊敢若推着第一代甲第二代，这是甲大家补充的所在。过来就进入到第5节，叫做政策的评估啦。你做半工到底有达成你的目标无？你爱去评估。伊遮呢直接来介绍即个库巴甲林肯这两位学者因所提出的第一代到第4代的政策评估的这个内容。第一代政策的评估啦，就是咧测量为主啦。
测量看卖讲，伫咱的实验室内面啊，做实验来去看卖讲，无共款的手路去做落了后，有啥物款的结果？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是较注重描述政策结果的重点伊第一代是咧测量尔嘛，第二代呢，搁要去描述讲这政策是做了安怎啦，会去描述。这是第二代。第三代咧，就是你第一代测量，第二代描述，第三代咧要去进一步做价值的判断，讲这是好，这是歹这是要安怎，这是要继续还是要停止。所以第三代呢，你就会使发觉讲，伊甲前两代无共款的所在。是伫啥物所在呢？就是伊甲即个价值的判断加入着政策的评估。第一代甲第二代拢是价值中立的状况伊无要用啥物款的价值放入去政策的评估内面，单纯要去测量，单纯要去描述。但是第三代开始，伊加入着即个价值的判断，这是第三代上大的差别。过来第四代是另外一位学者叫做德勇伊所提出来伊就咧批评讲第一代到第三代有即个管理主义的问题啦，搁有无法度去注重多元主义下面有正多元的意见，伫第一代到第三代呢，拢无法度来去处理。所以呢，第四代政策的评估就是要来加入着回应性的即个要素。所以第四代政策评估嘛叫做回应性的评估，也是你嘛会看见着一寡册内面是写回应建构性的评估，就是伊进一步要来去了解着利害关系人的主张议题、观测的议题甲议题本身。所以综合以上来看，自第一代到第四代，咱会使做一个结论，就是政策的评估是一个动态过程毋是静态是动态过来，伊要起来检验着政策执行之下有啥物款的成果。搁有咧，你评估了后，你爱去提出无共款的方案之间，对一个较好，对一个较歹最后就是伊会使来去看见着规个社会变迁，来帮助咱的政府伫决策甲推动咱的政策的过程当中更加科学化甲民主化这是第五节上后壁咧讨论的物件伊阁有一个第六节就是咧讲咱政策的推测过程当中有啥物款的价值要去注意咧？伊遮指出着四个会使来去讨论的原则，包括着效率、效能、公平甲回应。有当时你会看到讲这个4E原则嘛是差不多的物件，差伫这个回应咱就自这个课本内面伊所写的4个原则来简单甲大家做一个介绍。效率真简单，就是你爱用上少的成本来去得到上多的产出。第二个叫做效能，效能就是你达成你的目标的程度。第三个叫做公平这真重要，就是你政策的推测的过程当中，敢有去注重讲无共款的族群之间资源的分配敢有公平就是真简单最后一个回应嘛是伫民主社会真重要，你爱去回应着民众的需求袂使讲民众是爱这你拢无去回应，拢创你家己想要创的，安尼是袂使的。好，这是第六节。以上就是这本行政学的参考册内面对公共政策的介绍。会使讲你若是干那要去了解到行政学你读这本应该是有够，但是你若是要准备考试，要来单独来考公共政策，会使讲这款物件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你爱另外搁去找其他专门咧讨论公共政策的册啦顶一回嘛有甲大家偷偷来去介绍讲我即嘛咧写我家己的行政学的课本伫我的课本内面呢，我就用上多这个篇幅来去讨论公共政策，来去处理着讲咱现在市面上的行政学的课本拢有讲到公共政策，但是拢讲到这个真浅的程度尔啦，所以我家己咧写的时阵，我就甲我迄本行政学叫做
大行政学，还是大伫倒位呢？就是大伫咱的公共政策，我是用真侪百外页的篇幅来去讨论啊。所以你若是当我迄本行政学写了，你迄本册读了，你其实真正会使甲规个行政学拢掌握起来了之外啦，你嘛会使甲公共政策真完整的做一个了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啦。咱这回呢，就甲大家讨论到这，希望呢，帮助大家对这本册的公共政策这个单元的讨论有一寡概念详细你也是爱登去这本册来看。咱后一回要进入到第7章要讲到甲钱有关的主题叫做预算甲财务的管理。还有咱最近知影讲咱的这个白蓝两党伫咱的立法院黑白母创到即马2025年拢已经过了要2个月咱的预算也未确定是真了然的一件代志，所以请大家伫咱刷落来3月4月一定爱去参与到咱的大罢免的活动，来将即寡无能的政客甲即寡恶强的好朋友拢甲罢免掉。无即马已经过年过了拢2个月要3月安尼，咱预算拢未确定，咱政府要安怎来去开始做代志？所以咱即回咧讲政府咧做代志叫做公共政策，后一章伊就来写财务的管理，互咱后一回再个继续甲大家来去讨论财务管理的这个主题。最后嘛，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汉时。